上個星期四，台北車站大廳發生一宗公開性侵案，一名匿埋喺車站露宿者入邊嘅通緝犯，涉嫌喺車站大廳當眾對一名神志不清嘅醉酒女子施行性侵，整個過程持續超過10分鐘，期間冇人制止，直到有外籍旅客察覺異狀報警，警方先至趕到現場將男子拘捕。據台灣媒體報道，該女子為香港居民。鐵路警察調查後指，事發前44歲姓邱嘅疑犯同被害人以及幾個朋友喺車站大廳飲酒傾偈。喺其他人離開之後，疑犯見受害人不勝酒力而犯案。據悉，疑犯曾經有多項盜竊前科，本應該執行6個月嘅監禁，但係可以繳納罰款代替。由於佢未能夠及時繳納罰金，而遭桃園地檢署通緝。今次落網後已及時入獄。